外去，你看咱就做。啊，好吗？对，所以它会这样弯下去，它会控制我的手，也凹外去，或者肩膀会这样。有吗？咱们讲你，咱你话咱你，啊对对，咱拜拜给我是讲对对对。好对，我来手的时候，咱就顶一只手，给它凹下来嘛，啊啦，伊的肩膀就卸掉，肩膀脱掉往下脱落来，好啦过。对啊。我就甲准，我要甲准这只手，伊的肩膀靠住就可以。因为我们是想要透过控制这个腕关节跟肘关节，来控制它的肩关节。你要搞去凹安尼，对哦，所以你甲凹安尼个凹咧，我这就伸你看我，凹到这个角度时，咱就伸。啊，刚好。因为它腰外劲，啊，咱伸你看拄得到。哎呀，我给这个高这个两个人上去。哎呀。所以来，咱即马就解伊来，加春落去，咱来到遮，春落去，啊来我起来，过来又来，一做5个换啦。